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草墩乡，我是姐姐阿吉，我是妹妹阿青。哎呀，我觉得你们俩这个容貌上非常的清秀清丽，很漂亮。但是我好奇的是，这服装好像很特别，与众不同啊。对，那么你们会选择这样的服装呢？在我们当地的话，都喜欢高亢的嗓音，然后像我们这种嗓音的话，都不太重视。然后我和姐姐好不容易考上了一个九寨沟的一个艺术团，然后我们俩在那里上班的时候，有一个我们的团长有一次就带我们去唱一个酒歌，那天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接待，然后当时那个团长就在我们旁边就看着我们来大声的。然后我俩也特别紧张，就使劲的吼得我俩都脸都发红，然后就那个团长就下来之后就说是我俩不认真，之后就把我们俩辞掉了。我和姐姐非常的伤心，因为好不容易考上一个艺术团，之后就反正都说，而且跟男孩玩的时候都是叫我们兄弟之类的帅哥，然后就我俩自己干脆我俩就打扮成男士的这样。个个闪亮，就像那天上的红太阳。你的美丽绚烂草原，你的歌声唤醒了山岗。看看你我满怀柔情，靠近你我心潮激荡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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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姑娘你的脸就像那醉人的酥油香，你的温柔融化雪山，你的气质散发出芬芳。爱上你是我的愿，拥有你我该担当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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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尔康的姑娘个个闪亮，就像那天上的红太阳。你的美丽绚烂草原，你的歌声唤醒了山岗。看看你我满怀柔情，豪情与我心潮激荡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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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尔康的姑娘，美丽又大方，雪山圣洁，草原芳香，让你动人的心弦。马尔康的姑娘，味道悠长，高原辽阔蓝晴朗，想和你一起飞翔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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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嘞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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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